整一丛开赢看别人，也毋过嘛有真侪民众甘愿出来到外口赏花，像讲南投草屯最近黄花风铃木，规个花拢大开，因为228小连线假期真好天，温度称到30度，黄花风铃木可能嘛会感觉刷落来可能会较欠水、较可寒，即嘛全力咧开花。南开科技大学甲富光国小中央的富昌路变做规个黄艳艳的花海，按算这2礼拜就是上界适合赏花的时间，民众若要赏花，就要把握这个好时机。看这个大路边的行道树，规片开甲黄艳艳，遮尔优雅的花海，行我更加看，枝头挂花蕊，看到有够水。也若伫个涂骹嘛，因为落花来成做金黄色的大地毯。这个黄花风铃仔木即马当咧大开，这个景致就那亲像韩剧的场景共款，真有迄个罗曼蒂克的感觉。我觉得很幸福、很开心、很想家。南投的黄花风铃仔木，伫个228连假的时阵，受到高温甲雨水较少的影响，花丛亲像也有去感受到较大数的危机，所以就拍拼开花要来trans后代。这甲2年前的小冬来甲比较一下，伊的花期有提早。伫个今年过年的时阵，有1-2波寒流，还阁有落雨，花期恢复到2月底。估计伫个这2礼拜，就是赏花上好的时阵。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校园里面参观。看这个黄花风铃仔木，就伫个南开科技大学咧大开，也阁有伫个富光国小遮的富昌路，有上百公尺的散步路，请真侪民众来遮翕相拍卡。遮尔水的景致，嘛来成做行春赏花上热门的景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